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1號分行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西沙。西沙依家由新鴻基打造大型嘅海岸度假式住宅，接近係1萬伙。咁而家即將發售嘅係士亞瓦斯781伙。士亞瓦斯雙站優勢，5分鐘烏溪沙站屯馬線，9分鐘大學站東鐵線。依家最少有4條巴士線接駁。士亞瓦斯前臨企嶺下海，背靠馬鞍山郊野公園，設有商場及高爾夫球場。識得享受生活嘅老闆，請約我買返間，等你哦！